大家好，我係 Jeffrey。今日去咗南丫島，首先我由馬灣搭船去中環，可惜今日好多雲，能見度好低。好彩地，我去到中環落船之後，竟然俾我見到一隻郵輪。嗰一隻郵輪準備停泊喺尖沙咀嘅海運碼頭，然後我就坐由中環開往南丫島嘅船，途中影到天際101。等咗好耐，終於去到南丫島啦！我喺榕樹灣渡輪碼頭落船，碼頭嘅風景好靚，水平線好廣闊，見到有好多單車出租。可以見到一啲小艇同埋南丫島嘅發電站，呢個係其中一間鋪頭嘅一個牌。我沿住榕樹灣大街一路行，希望可以去到榕樹灣村。以下係沿途嘅一啲風景。終於到達榕樹灣村啦！參觀咗一陣之後，我決定去南丫島風力發電站。以下係沿途嘅風景。我而家先知道，原來可以用個信封嚟做一個迷你稻草人。四圍都係樹，終於去到南丫風采發電站啦！可以見到好大架風車，同埋一啲太陽能嘅路燈。以下係一啲關於風車嘅片段。我沿住一條小山徑行，
以下係南丫島山頂嘅風景。喺山頂睇咗好多風景之後，我決定向住索罟灣嘅方向進發，亦都要經過重重樹林。途中經過一間餐廳，所以食咗碗豆腐花。之後繼續行去索罟灣，終於到達索罟灣附近嘅沙灘。可以見到陽光照喺一隻帆船上面。同埋一啲海浪拍打海邊嘅岩石。然後我就回程啦。途中見到一啲人種嘅檸檬，最後我喺榕樹灣渡輪碼頭坐港九小輪返中環。